各位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12月27公司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富宪。英国传出有武汉肺炎的新型变种病毒，和未少国家禁止入境。AM 华航会对伦敦载120人登台湾，指挥中心宣布会对入境旅客机组员全面采检，专车送到集中检疫所，等待检疫完成，会个再次采检，落实防疫。入外海关了后，无啥物旅客看起来冷冷清清。桃园机场公司为着27暗时6点15分，华航要对伦敦载登来120名的旅客，拢真紧张。包含专属的通道、专人来引导，旅客入境了后，清洁消毒候机室甲相关动线，安排专属坐车所在甲6台防疫游览车。每一车大约载20人，采每回座载到集中检疫所。指挥中心是强调，旅客甲机组员一入境会全面来采检，多数会伫检疫所进行。第一波我们会采用，就是说进来就采。本来想说有症状采，但是顾及到整个这个病毒还是有一些未知的情况，那收集一下我们自己有的资料，对我们未来的防疫的计划一定会有所帮助。但是中共即阵显示，英国变种的病毒传播力真强，无造成更加严重效果。安排住伫集中检疫所14天基本接采检，并且进行自主健康管理，能降低社区的传染风险，也对着后续疫情研究有帮助。你现在在报告出来说传播的速度快，那可能换句话在家里面，那可能在他的一个亲密的接触者在家里面就比较容易被传染到。相关的 CT 值在一开始的时候可能会比较低一点。好，那换句话说，可以培养的可能性就高。那培养出来病毒，我们可以做相关的基因的定序。随上台湾因应英国变种的病毒，23开始有英国旅游史的拢爱集中检疫，所有入境的人必须检疫期间进行采检。即阵已经有20多人对英国登来台湾住伫检疫所，对礼拜登来台湾的航班，也有了后登来过年的留学生。指挥中心讲，现行29处检疫处所，会在明年1月再增加6个所在，3250床扩增到上最5000床。若是照顶礼拜为止的6成使用率来评估，量能有充足。记者综合报道。昨昏各增加3例境外病例，分别是菲律宾船员甲印尼渔工。另外，纽西兰籍的确诊机师造成飞机群组感染，佮传出本土病例一案。指挥中心断定，该当是无个倒开，造成社区传染。个礼拜六个新增3名境外移入的新冠肺炎确诊个案，其中782甲783例是来自菲律宾的20多岁男性船员，这个月初来台工作，入境了后到防疫旅馆检疫，期满后采检确诊。另外784例是来自印尼的男性渔工，12月初10入境台湾，到防疫旅馆检疫期满，由中介安排专车去病院采检，第26确诊。3名新增的个案拢是无症状、未招头家，为了谨慎伫检疫完14天后的7天自主健康管理结束，佮自费采检一摆。但是要登船嘛，哈，所以他们其他部他们准备大概自主健康管理以后，那船东可能要安排他们的在自费采检，才会让他们上船。国际秋冬疫情又很严重，目前美国大约有100万人完成疫苗的注射。针对美国传染病专家表示，可能要集体注射率来到90%，才会达到团体免疫效果。台湾感染科医师分析，这可能是较悲观的估计。集体免疫要看所在国家的传染率，以台湾目前的防疫措施来看，估计注射率6到7%都有初步的效果。这个都是一种模式的推估，实际上不一定是完全符合现实。一般来讲，大部分的估计还是60%-70%的覆盖率，可能还是可以有效的阻断说大规模的社区感染。但是我们还是一定要注意的是，并不是说已经有了群体免疫之后，所有的人都可以不会得到新冠病毒的感染。另外，等于中型外籍技师调病地区出现本土个案，指挥中心发出技师卡了提醒，也要求医疗院所加强技术通报个案采检。指挥中心检视最近通报案例确实较侪，也毋过并无新增相关确诊者，估计传染并无扩大。也毋过针对外籍技师调病后稳定接触者，和台湾出现本土病例，了真大的社会成本。指挥中心已经在审视相关法条，不排除对外籍技师从严求偿。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今仔日的报纸消息，先来看到的是《澎湖日报》。
明年起有多项新制度开始实施，包含逐个月的基本工资调升至2万4，徛点钟的薪水提悬到160，计共有200万劳工受惠。劳动部表示，若薪水价过基本工资会当检举，雇主若违法相当会罚100万。另外，劳保国民年金保险费率各调悬0.5%，农民退休镀金也会对元旦开班。刷来看到的是联合部过去予囡仔练习学骑脚踏车的初步车，近来已经发展到专业比赛。台湾有超过30队上大场的比赛，捌有800人报名参加。不过因为无相关法规甲比赛场地，教育部表示，这无列入国际比赛项目，中央是无法度补助。落尾来看到的是中国时报，中国、日本、南韩、甲澳洲、纽西兰等10个国完成签署区域全面经济谈判协定的 RCEP。即马中国传出为了拼加入跨太平洋谈判全面进步协定 CPTPP， 分头对 CPTPP 的会员国落手，以求牵制美国防堵台湾。内政部规划所谓身份证明年1月升到新竹市试办，民众煞对资讯安全有挂虑。新竹市长林志坚宣布暂缓，行政院长苏贞昌要求内政部继续沟通，说明清楚，莫青帮白帮来推动。所谓身份证试办伫要上路过程确实真波折。内政部原先规划明年1月起，先伫新竹市试办，也毋过民众甲专家团体却反映真侪烦恼，所以新竹市25月发出声明表示，偏向暂缓试办。新竹市长林志坚日前宣布，徛伫市民权益保障甲治安第一考虑，决定要暂缓试办。我们一定会站在让民众都没有疑虑的前提之下了哈，否则现在市政府的态度，我们的决定就是暂缓来试办。有些人对治安有疑虑，我已经责成内政部，一定要好好的沟通，说明清楚，不必贸然推动。所谓身份证试办日期，即摆可能有变化，为要消除民众烦恼，内政部办理赏金拉人竞赛，对所谓身份证的晶片、涂卡程式甲设备，透过海客社群检验，强化治安防护能力。内政部长徐国勇表示，也有到印制厂看卡片印制过程，非常的周密。东方政委是治安专家，大家会当相信。那我想唐凤是一个治安专家。唐凤大家都可以信任他，那他在这里也在那一天跟我一起直播了，也把一些相关的问题来向大家解释。那我们会在一步一步的在大家没有疑虑以后我们会继续的再来处理。东方办公室也回应表示，外界伫治安测试进前提出真侪疑虑，治安测试的目的就是要找出问题，消除疑虑。治安测试需要做，即马既然新竹市的试办有3项变化，后手时程要按照重新安排，政策面也是爱看内政部的决定。记者综合报道。民法通过修法成年号数对20号修至18号，将từ 2023年实施。有民间团体建议政府参考日本在学校实施新成人教育，让少年人对相关的权利甲责任会当了解清楚。离开厝内底去读册，18岁学生要开户头，税厝签约爱由父母来代理。2023开始，这寡代志包括组成人民团体，18岁就会当家己来用。立法院12月25三读修正通过民法成年年岁下降到18岁。要经过父母就很麻烦，所以便利性蛮大的。早2年晚2年其实都一样啊，没有差太多。民法20岁成年的规定，91年来无改变过，但是因为刑法是18岁成年，伫行政法规嘛有无一致的状况。亲像讲，18岁会当买大乐透、运动彩券，爱20岁。愿意给青少年自己做决策的机会，让他有更多的，不管是参与政治，或者是参与各项，他可以自己做他的决定的机会，我觉得很好。其实现在的社会真的非常的就是太多元化了。那如果一旦这个年龄下修的话，其实小孩子很多事情都是没有办法被我们掌控的。长期推动民法18岁成年的戴孝明认为，甲自主权甲义务，互囡仔
部分家长有烦恼，建议政府爱比照日本推动新的成人教育，协助同学了解说什么是民事的责任，然后什么是赔偿，然后什么是契约。那我觉得这个才会更完整。公投的年岁甲明化成年的年岁，拢已经下降到18岁。台小民甲台湾青年民主协会这寡团体讲，即马剩投票权的修宪案，会继续来拍拼，希望选举甲被选举权年岁降到18岁，完成18岁公民权最后一段路。记者综合报道。有出名的连锁餐饮业者打农委会台湾猪票奖，煞搁咧用进口猪肉。现时业者甲用着进口肉产品停卖。农委会表示，台湾猪的票奖từ 12月要是试办，明年1月起，业者若打票奖煞无用全面用国产猪肉，会受罚。在12月底前，我们全部都是试办，所以只要是业者在1月1号，那他只要是贴了台湾猪的标章。它的猪肉跟猪肉的主要的可食部位跟主原料都全部要是国产。那如果没有国产的话，那被农委会查到，我们会依据卫福部的标示不实，处罚4万到400万。目前已经有1万外间业者申请台湾猪票奖，明年1月开始，店头只要有打中央部会台湾猪票奖，就要转用国产猪肉。农委会也会逐日公布猪肉进口量。国内当日现台的猪肉最少，互猪肉的流向透明。台北市劳动局表示，近来有侪民众反映讲，要请看护工，却请到失联的义工。有团体表示，民众观念爱改变，唔通贪俗，才袂违法。外籍看护坐轮椅陪长辈出去晒日头，时代有人看过会使讲真幸福，不过嘛有人拄到问题。最近台北市劳动局就连续接到民众电话，讲伫病院摕到名片，讲会使请到合法的看护工，落尾所发现拢是无合格的。市府表示，经过调查，有真侪病人家属因为临时需要，煞来相信一寡不肖业者，无经过合法的管道，请外籍看护，结果真侪根本毋是新移民的女性，也是留学生的身份，头家想要偷食包，煞颠倒来违法。因为我们一般民众，如果你家里面需要请的看护工，就经由合法的程序，他可能要一些相关的一些巴氏量表那些东西，这跟这个会不太一样。在台湾合法工作外国人就只有这2种情况可以雇佣。有些外国人都会想说啊，我是嫁来台湾的外国人，所以他可以工作。其实这个有时候他们会被骗。市府讲，要避免踏到违法线，上重要就是爱查证。不过，这种头家贪俗、找无外籍看护，阁唔愿加开钱请本土看护，讲贵反映的嘛是关系用低薪水的问题。基本上，移工的逻辑就是使用廉价的劳动力。现在来源国要求我们必须要承担雇主雇用的这样成本。或者是因为这一波的疫情而导致移动的成本或者雇用的成本增加，我们都应该要深刻的回过头来检讨。劳动团体点出，过去头家想要俗搁大碗的观念就要改变，若无直直找无工，违法请人的情形，敢若会愈来愈多。记者丁雅文、林小凯台北报道。打出世红婴仔有的先天鱼仔会变形，即摆有病院推出矫正，互幼婴仔免动手术，鱼仔外形就会当恢复。拄出世婴仔真古锥，毋过伫国内有达到10至30%的婴幼儿鱼缸会发生先天变形的问题，其中像婴儿症、杯状儿上界普遍，毋但影响外观，对囡仔成长过程会有心理上的影响。就遇到一个小妹妹哈，她眼睛就是带歪歪的哈。然后我就再仔细看他，他发现他好像没有耳朵，我就问他，他说不是，他刚出生的时候耳朵就会缩在里面。然后呢，我才发现说这长大不会好哎。花莲门农病表示，其实只要将阿新生儿耳孔矫正的黄金治疗期，就会当有效改善耳孔变形问题，那会当免去手术的风险，甚至恢复正常情形。我们通常这个矫正器，我们是建议24小时穿戴。那
每天呢都要检查小朋友的耳朵是不是有压痕、压疮的产生。那这样的疗程呢，我们大约会持续2到3个月左右。目前国内耳孔矫正器是以腹部量身定做，不是侵入性治疗，所以无空喙也无其他风险，也都是安尼才受到外科医师的重视。很感谢他们这样做矫正能够介入，那就减少了我们外科医师的麻烦，就是我们可以等小孩子长得比较大了，那再来把剩下部分如果需要再去做矫正手术，相对那个时候也会比较安全。即卖耳孔矫正拢属于自费，也毋过门农病院表示绩效并无悬，建议家长若讲发现囡仔耳孔外形有过样，无论敢是严重，拢毋通疏忽，会当找复健科进行咨询评估。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田纳西州有大头在耶诞节发生路亚车在市区爆炸，至少有3人受伤，现场还发现弹甲喙齿的新尸，警方研判恐惊是恐怖攻击，现时继续追查。大爆炸了后，纳西维尔市第2大岛附近的建筑窗仔门甲外壁全部拢破去碎去，树仔被拗断，涂骹也炸出一孔真大孔。黑富士街杯造成附近的车拢都会烧起来，当时至少有3个人被炸着伤送病院。警方伫爆炸所在发现几具尸体，初步认定是人类的。Right now, there's no known fatalities that we know of. So. Just the tissues is what you believe, that you found human tissue in the remains is what you believe. We believe. Could be, but to be for certain, we have to examine it. And once we know for sure, and then we'll let everyone know. But we're investigating. 这个汽车炸弹爆炸案发生在美国时间25圣诞节迄天透早6点。田纳西州首府也是美国乡村音乐之都的纳西维尔市第2大岛。警方原本接到报案讲，这个区域出现枪声，赶往现场了后，发现一台停伫美国电话电报公司 AT&T 的办公室外口，一台白色的路亚车，继续用广播警告讲车顶有炸弹，要伫15分钟了爆炸，呼吁民众赶紧来撤离。警方随通知民众赶紧离开，伫防爆小组赶到位进前，车顶的炸弹已经爆炸。警方初步认定这是有无策划汽车炸弹案，法案动机要调查。As of right now, initial evidence does show that the early morning explosion was a deliberate bomb being set off in our community. 爆炸造成 AT&T 的网络接线器受损，造成纳西维尔市的通讯服务受到阻碍。引导炸弹的白色路亚车，当地25透早点外8号监视器翕到。联邦调查局 FBI 已经介入调查，向国内恐怖活动方向来侦办。当地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实施宵禁，一直到12月30，包含川普甲拜登拢已经听取相关的简报。公司新闻金元庆编译。中科院对屏东试射飞弹，因为发射管道无上限，引起中国注意，情报船随出动。学者分析，解放军就是要来收集国产的天弓3型飞弹数据。飞弹射出去，冲向天顶，伫暗时显得真明显。中科院25暗时8点，伫东海岸发射8弹，屏东九皮基地是发射飞弹改炸落，又发射火炮危险范围对九皮向外海延伸，往北到花莲关外海，往东到兰屿外海，拢超过160公里。外界研判，真有可能是天弓3型精定型飞弹。中国情报船透早出现在台东绿岛东北方海域，引发关注。周边的海空域的状况，国军运用联合勤监侦的作为，都有充分的掌握，目前状况都正常。国军强调，专程掌握台海周边的动态，即阵一切正常。不过，国防部发布的攻击动态，敢若会看到解放军前了台湾行为更加猖狂。一架运飞技术侦察机25进入咱西南空域了后，转向东南，接近台东兰屿外海空域，一度离兰屿外海无到50公里。空军讲无回应外界猜测，会继续观察。专家分析，攻击甲情报船可能是因为飞弹试射来，加上卫星协作，想要收集天弓3电主信号。慢速的侦察机。通常是在我们西南空域，那如果到我们东部空域来，那是不是跟媒体上所报道的是跟相关的这些活动有关？那我们目前已经注意到了，我们后续会持续的来观察船上的雷达去追歼就是发射的物体它飞行的路径还有高度。那太空中的卫星扮演的可能就是红外线，它飞行中就是微焰的热度，也可以描绘出从太空中往下看那个图像。IDF 是国人的骄傲，但党派会更骄傲。
对解放军真明显继续对台湾施加压力，空军发布捍卫台海领空的主要战力，换上2000 F-16英国号战机执行任务。眼看到驾驶员接到指令了后，赶紧升空，团在面对敌情威胁，国军有信心、有能力保家卫国。记者综合报道。白色恐怖时代的政治犯会向送去烈度管训，当地民众安怎看待这阵政治受难者？咱做伙来了解。穿过年的衫裤，头毛厝的人拢会甲咱抹油，就是去新生训导处内面，或者是机中内面有一个翕相馆。咱这个新生内面，因有这方面的专长的人，所以咧专门来教咱翕这个请假婚。摕这张小学到5年，差不多60多年前，新生体翕专家学的相片。陈辉宏讲，真甲想象咧，也感觉真大心。伊讲，当地人伫咧白色恐怖时期，拢称呼这的政治犯叫新生，对因一点仔都无气愤，伊搁捌去互新生教过。因暑假的时阵会来教咱补习，尾啊，我大汉起来了后，我甲看，迄个博洋回忆录吼，其实是一个足有名的作家嘛，博洋。过去就住伫咧新生训导厝边啊，厝内开柑仔店的王菜来头阿嬷，也讲起和新生做买卖趣味新鲜的代志。因咧割草落来哦，拢会离啊休困，拢会交买机仔边。起码是迄新生票哦，新生票阮袂当用啊，阮就问遐边仔赢。可不可以帮我们换啊？讲好你袂用，你新生票摕来换，我会当甲你换。伫咧火烧岛做新生的政治犯，其实对当地有袂少贡献。不管是伫咧改善土白品质、提升种植的技术，或者是替人看病、提升对外科的医疗服务，也搁有伫咧学校替当地囡仔上课补习，就连开路新生的拢有出着力。新生训导处伫咧1970年，因为业务变少，改做台湾警备总部绿岛地区警备指挥部，正式行入历史。伊起码是拢出甲转去啊啦，到尾期才民国96、97年，因每一年人前遐拢有办活动嘛，来因拢会来嘛，有时伊就带伫阮民宿遮。新生伫咧火烧岛15年的时间，对当地付出，和当地人做伙创造的基地，也呈现为关时代去红束缚的使命，也有美丽光彩的迄一面。记者民警谢桂林台东报道。同齐来关心今仔日的天气预报。北部地区17度到22度，中部地区17度到25度，南部地区18度到27度，东部地区16度到26度。外岛地区13度到20度。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早起新闻，我是陈虎宪，咱再会。